深深咁吸一口氣，慢慢呼氣，再吸氣，感受空氣進入你嘅身體，呼氣，釋放我哋嘅緊張。我哋唔需要做得完美，只係需要好好咁樣感受呢一刻。而家將我哋嘅注意力放喺我哋嘅海底輪，想象有一個光球喺海底輪嗰度，裏面有一啲根延伸出嚟，通過你嘅大髀，通過你嘅小腿、腳板、腳趾，想象呢啲根穿過你嘅腳，一路延伸落去，穿過地板，穿過泥土，連接到地球嘅核心。你唔需要做任何嘅嘢，你只係需要感受一下你而家穩穩咁樣連接住大地。地球係穩定嘅，溫暖嘅。我哋喺吸氣嘅期間，可以想象地球嘅能量傳送去我哋嘅身體。呼氣嘅時候，會俾我哋身體嘅緊張通過樹根連落去地球母親嗰度，將唔屬於我哋嘅能量、唔屬於我哋嘅想法交返俾地球。再一次深深咁吸一口氣，呼氣，放鬆你嘅膊頭。你可以慢慢喐下你嘅手指、腳趾，慢慢打開你嘅雙眼。呢一個就係一個簡單嘅接地冥想。